尋晚突然又燒到39.3度，要打俾醫生食退燒同埋改抗生素，尤其係隻腳啊，痛到全醫院都知，又咳到好厲害。父啊，你唔好忘記女兒，我真係好痛苦啊！自從上個月13號之後，黃敏明就再冇喺 Facebook 留言啦。年約50歲嘅無線前藝人黃敏明09年證實患上慢性淋巴癌，輾轉6年復發咗3次，最終前日不敵癌魔，喺聖德肋撒醫院病逝。老公歐偉倫喺病床前目送愛妻離世，難過到頭暈手震啊！當然好掛住佢啦，即係諗起我哋兩個以往嘅往事，我又會好開心咁咯。因為佢都啱啱琴日走咗啫嘛，舊年嘅3月開始到而家呢幾日子咧，其實都反反复复嘅。咁佢就係一個好活躍嘅人，你都知佢中意跳舞噶啦。就係喺舊年3月復發嘅時間，就變咗就冇咗個體力可以跳舞啦。只係3月打完針到8月打晒個療程啦，叫做完咗個療程之後咧，但係個身體就復原翻嗰個原狀啦。但係因為可能陽咗啦，咁啊變咗中間又長期都有肺炎啊，跟住有病發症。其實佢喺黃敏明患病之後，一直同公司請假，11年開始仲辭埋職，全心照顧老婆。佢仲讚老婆好堅強，雖然個子少，但係化療咁辛苦都捱得到。喺最後呢段日子度咧，OK 嘅，我覺得佢都覺得即係冇乜特別嘅，冇乜特別，都好舒服，你瞓下覺咁樣，咁樣就大家都唔捨得時間咪死咯，走咯，加完啦。講起家姐黃敏明嘅往事，喺大台做藝員嘅細佬黃維德就話，最記得係家姐喺患病之後，聽完細佬嘅鼓勵就充滿信心，仲去考咗跳舞牌添。兩人姊弟情深，同樣係虔誠教徒嘅黃維德話曾經試過禁食2日為家姐祈禱，可惜家姐已經走到盡頭。黃敏明嘅遺體安排喺呢一個月23號出殯。